继续，咱要来关心的是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正式启用。董事长表示，未来会来研发2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。这总裁也强调，会把高阶的技术留伫台湾。号称台版贝尔实验室的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预备正式来启用。台积电总裁韦铁甲讲，最近台积电因客户要求，伫世界各地起真侪产线，也出现真侪关心的声音。台积电是不是重心移出去？是不是有把所有的应该有的在台湾的发展都停顿了？我们要说没有，这个全球研发中心的启用，就是向台湾的人民说，我们跟留台湾。过往的所谓的去台化这样的言论，应该可以休矣。半导体我们会持续壮大。台积电展现留伫台湾的决心，伫台湾打造全球研发中心。经过3年时间，才起好这栋地上10站、地下7站的建筑，总面积大约是42座标准的卡球场。预计到月底进前会有超过7000人来进驻。为着伫全球保持技术领先，台积电研发的费用对去年54.72亿美金，占营收比重的7.2%。今年研发支出增加到8%以上。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希望动能至少爱带20年才回本。我们将更积极开发领导世界半导体业界的技术，探索2奈米、1.4奈米还有以下的技术。如果 Intel 真的可以做到1.8奈米，那它真的是打算弯道超车。当然，这个 Intel 虽然有这样的宣示啊，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看它到时候能不能够兑现。创办人张忠谋强调，台积电一路行来始终坚持技术自主研发的观念。过去10年，研发团队对全球的经济有真大的贡献。因为你们做了那么大的贡献，所以台积电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我也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谢谢你们为了这个。张忠谋讲，研发甲英文团队合作，正做台积电制程的关键。另外，伊也提出英国海军的前地，搁再反复办公，唔通因为新大楼成立而衰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